岁数多的，这是谁问的？马大，他那么这个是有了，那么岁数多的，这个是趁地啥下来的，才起码的每个人噻，趁地里也明白这个人呢，倒是判把10多万的，是吧？像趁地啥下来的，才起码的每个人是岁数多。法师跟你说的。我们这同样嘛，没得现在的，我们这呢对多啊，可是人物人来个啥个意思多啊？人物人的来个啥个意思？这开始说的时候呢，才到了啥下来，前面的了每个人是，哦，才到了啥来，才起码的没样要的，才起码他蒙古那边接了，干巴边这边的调查文章，啥样蒙古那边接了没样用要的。个趁地讲的也没用的，但是现在发现呢，俺都来的是在那边，到我们不去上当过嘛的，小概鸟是家个钱，采集女，是吧？哎宁古克拉车地钱，广大克拉三位呢，小概啥下来，广大民俗之后，来啥的干嘛知道吧？干嘛时候呢 action 是吧？巧啊！